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李嘉誠家族一口氣賣咗英國電網，套現超過1100億港元。呢單交易佢哋足足賺咗6倍。但最奇怪嘅係呢隻仲係每日賺錢嘅金雞，明明仲可以繼續生蛋，點解佢哋要急住賣走？今日呢一集，我哋結合長建剛剛出爐嘅2025年全年業績，一次過拆透呢單1000億大交易背後嘅邏輯，同埋講清楚長江基建而家到底仲值唔值得買？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，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講入主題之前，鍾意可以幫我按讚、訂閱頻道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分享。另外，我自己亦設有會員頻道，分享心得，大多數會喺嗰邊出現，當中會分享我個人嘅操作同心得，名額有限，相關資料放喺資訊欄中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。首先同大家睇長建2025年嘅最新成績表，整體完全符合預期，穩健到好似定時鐘一樣，全年營業額按年升6.9%。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升1.8%，最關鍵嘅派息方面，全年每股派息按年升1.2%，派息比率高達80%，公司已經連續多年保持派息穩定增長，財務狀況更加係滿分，完全係李嘉誠一貫嘅風格。截至2025年底，長建持有現金74億，負債淨額對總資本淨額比率只有8.9%。數字係全行業屬偏低水平，低槓桿、高現金、穩定派息，呢3樣嘢係長建穿越牛熊最堅實嘅護城河。講返今次最受關注嘅2單資產出售，真係為長建嘅現金流注入咗強心針。首先係今年1月已經完成嘅英國鐵路車輛租賃公司出售，計及電能實業嘅權益後，長建實際收益為19億港元。而大家最關心嘅英國電網 UKPN 出售，預計今年6月底完成。同樣計及電能實業權益後，長建同樣可以拎返145億港元嘅實際收益。2單交易加埋，即將有164億現金入袋，連同原有嘅現金，手頭可用彈藥超過230億，為後續嘅新投資同併購項目提供支持。好多人會問，明明英國電網仲係賺錢嘅金雞，點解要買？其實呢個就係李嘉誠堅持咗幾十年嘅經營哲學，發展不忘穩健，穩健不忘發展，永遠要現金為王。佢自己講過，我一直認為世界變遷好大，唔能夠因為今日生意做得好就定型只做呢種生意。我有一個習慣，從來都十分在意現金流，所以需要有額外資金，可以隨時進軍其他嘅行業。呢單英國電網交易唔單止確認咗巨額嘅會計收益，更加重要嘅係一口氣回籠咗大量現金，大大降低咗對英國單一市場嘅依賴。消息公布之後，長建股價有唔錯嘅升幅，市場反應非常正面。其實呢次賣英國電網只係長和係全球戰略調整嘅一部分。大家都知道，巔峰時期，李嘉誠家族曾經被人稱買下半個英國，控制住英國大約1/4嘅電力分銷市場、30%嘅天然氣供應市場、40%嘅電信市場，仲有大量嘅碼頭同土地資產。但係近幾年，長和系喺英國嘅佈局已經明顯從基建為王嘅穩定持有期，正式步入落袋為安嘅收割期。除咗今次嘅英國電網同英國租賃公司外，更早之前亦陸續減持咗英國電信、水務等領域嘅投資。李澤鉅先生講過一句說話，我覺得講得非常有意思：有買有賣，生意先可以做得更大。我哋一向唔中意借貸，所以不時需要儲備資金進行更大嘅交易。咁呢筆巨額現金，李嘉誠家族準備用嚟做乜呢？李澤鉅先生自己都有回應，佢話會繼續尋求投資同發展機會，放眼現有同新開發市場，包括英國同其他地區，會物色受規管行業以及長期穩定合同項目。呢番說話其實同李嘉誠時代嘅投資哲學一脈相承，永遠只做長線、穩定、有確定性回報嘅生意。
長江基建歷來都係以基礎設施同公用事業為核心，呢啲領域受政府監管，現金流穩定，回報可預測，少受市場劇烈波動。呢啲資產就好似一隻母雞，平常每日生雞蛋，養大養肥之後，可以高價賣出，實現資本利得。經濟好嘅時候提供可靠回報，經濟差嘅時候佢哋係避風港。當然，長建都唔係完全冇風險。而家全球經濟疲弱，高利率環境持續，地緣政治變化莫測，呢啲會對長建嘅海外業務造成影響。另外，通脹導致營運成本上升，匯率波動帶來嘅兌換損失，融資成本升高，同埋未來收購項目不及預期，都係我哋需要留意嘅潛在風險。講到呢度，終於要回應今日題目嘅問題。長江基建而家仲可以投資嗎？長江基建絕對有長線投資價值，但係而家呢個價位，值博率唔高，我自己現價唔會買入。原因有3個。第一，呢單1000億套現嘅利好，其實已經大部分反映喺股價上面。消息公布之後，長建股價已經升咗唔少，而家再入場搏繼續升，風險遠大於收益。第二，而家買入，息率唔太吸引，4.3%左右嘅股息率，雖然穩健，但係比起領展、中移動呢啲同類型收息股，明顯冇優勢。第三，長和係呢筆巨額現金，短期內唔會有咁快嘅投資回報。新嘅收購項目需要時間整合同發揮效益，所以未來1-2年，長建嘅業績同派息都唔會有太驚喜嘅表現。所以我自己嘅操作係會繼續密切觀察同留意，我寧願耐心等待未來長江基建調整出現，等到大市整體下跌，長建股價跌到一個合理嘅水平，到時先會考慮分批入場。對於已經持有長建嘅朋友，我相信你哋亦都唔需要急住賣出，因為長建始終係一隻非常穩健嘅藍籌股，現金流充足，派息穩定，適合持有收息。只不過而家呢個高位好難再加倉咋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李嘉誠家族幾十年嚟穿越無數牛熊，靠嘅從來唔係運氣，而係永遠嘅謹慎同克制。持有現金為王，唔賺最後一個銅板，永遠係別人貪婪嘅時候恐懼，係別人恐懼嘅時候貪婪。呢啲道理講出來好似好簡單，但真正能夠做到嘅人少之又少。我哋普通投資者唔好貪心，留好足夠現金，耐心等待屬於自己嘅機會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想問問大家而家有冇持有長江基建？你覺得李嘉誠家族套現1000億之後會將錢投去邊度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同操作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